乡亲啊，到花莲的太鲁阁佚佗，阁有一个新的景点咯，就是欢迎看这个立雾溪三月吊桥，今仔日正式来启用。若想要来遮翕相打卡，都要先上网来注文。逐工敢若开放800个人，但是目前到8月26日啊，拢已经全部满额咯。 优美的原住民歌声伫峡谷中回动，要来庆祝这个三月吊桥的重生。白色钢骨桥吊伫峡谷顶，河山看起来更加翠绿。金色桥塔，袂输是一日月日和三月吊桥的身影，更加互人难忘。为这会使看到立雾溪甲太鲁阁峡谷的景象。 希望把九曲通燕子口长春池的游客带到部落湾上面，比较安全，而且也比较开阔的一块地方。 互游客分流，算了更加安心。三月吊桥上早是伫1914年起的，经过几啊摆的修理，即摆已经是第4代啊，安全嘛有升级。是讲想要来遮佚佗，爱先透过网络的注文，一天敢若开放4个梯厝，一个梯厝200人来遮欣赏美景。七七一个开放，这个月到26进前，这时段拢已经满，讲起来是真热门。有，网络上订很辛苦。 三月吊桥内当时嘛是太鲁阁国家公园内上长以及这个甲溪埔关系差上大的吊桥，这摆改造嘛采用无障碍设计，适合规家伙仔来遮佚佗。